后来，过来是台北市议会长来开议。原本参加大甲马绕境的台北市长郭文铁，为着今仔日的施政报告赶返来台北，但是哪力议会党团拢批评郭文铁根本就无心理的市政，准备要用定词发言甲背角。郭文铁是老神在在。民进党的总统初选，蔡英文甲赖清德之争继续咧炭烧，外界有咧喊话，讲蔡英文可能会退党。会当甲郭文铁结党来参选，郭文铁来回应讲，这听起来实在使人真惊吓。然后还有全身酸痛吗？当然是一定酸痛啊，酸痛没好那么快。对大甲马绕境行2天，台北市长郭文铁看起来是拍乌啊。不过为才行到嘉义，就赶紧返来台北，因为台北市议会这2天开议，但是哪里议会党团批评郭文铁无心市政，准备发动定词发言背角施政报告。就理性问政嘛，该怎么回答就回答。我觉得可以多一点时间做实质的这种市政讨论，那别个浪费大家时间没有意义。郭市长未担心市议员出招，今嘛民进党总统初选，蔡英文、赖清德之争持续延烧。有媒体问到讲，若是蔡英文考虑退党，以无党籍的身份参选，会使甲郭文铁合作，假做模范组合。这种消息听起来都很惊悚。有没有觉得惊喜？不是啊，这个哇，不要说惊喜了，这是惊悚。哪里总统初选纷纷扰扰，互人差一点仔都袂记你讲的，抑阁有一股白色的力量，是毋是加入2020总统政局，也是未知数。